尤定，因来叫你叫来遐尔亲热，伊是啥物人？我唔捌。尤定，你又搁乱走出来遮，严紧入去走开呀！别切菜，去。啊，祖父，小等下，尤定伊，我问你，伊是啥物人？因来拜我的翁婿？郡主娘娘，伊叫做金梅娘啦。都吼，安尼烦恼因家破人亡，所以吼烦恼甲精神失常啦。即嘛是留伫咧遮灶骹伫咧做杂车啊，请郡主娘娘你同情伊可怜的身世。哦，伊有啥物可怜的身世？也都嫁唔着翁啦。自伊嫁到因夫家无偌久，大家大官都一边惨死，翁婿出门又搁无倒转来，放伊无依无靠，才出来做苦工伫咧度生。啊，那安尼，伊的翁婿即马伫倒位？听讲贪图荣华富贵，去互好野人招去做囝婿。我想伊即马嘛袂记咧讲，伊也阁有一个头毛结发的牵手。啊，那安尼，伊的翁婿叫啥物名咧？但是你甲看伊安尼疯疯癫癫吼，也若见着查甫人误认讲就是伊的翁婿，也都乌白花乌白叫，这我嘛唔知影。尤定，这位姑娘，你真个唔捌伊是无？我真心捌。对啦，付诸水面哪会捌你咧？梅娘啊，去，入去灶骹做工课，去。是啦，有苗少，台湾水。这个姑娘跟你什么可能关系？都安尼啦，因老爸甲我是结拜兄弟，也吼看伊可怜伫咧外面流浪，我唔则甲收留起来做杂车啊。最好你唔通收留来路不明的人。好你靠在，这个妇女是疯婆，要若无本事就无同情你。是，感谢台湾水良情。大哥，咱来等。起点。尤定，梅娘啊，但有定无情无义，不认情车，实在太苦。是讲，伊三人看了，但有定必有温痛。老先生，这是安怎讲？我看但有定的相貌英气显露，面目端方，并非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奸恶之人。杨哥，伊明明不认情车，另结新欢啊！我相信伊必有温情，相信伊毋是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。快紧来救人啊！梅娘伫咧跳高铁啦！金高油啊，死嘛要紧啊！他自杀啊！我命啊！你啦，梅娘啊！袂用去死，袂用去死！哎呦，你你千万袂用啊，要上底路的。主公啊，你紧甲囥起来啦！金姑娘哦，要跳高铁自杀呢。梅姑娘。我如此情对。
是讲，老先生较紧嘞。金姑娘，我相信谭友定对你并非无情，在今日中，伊一定会偷偷来甲你会面。伊会来？是啊，老先生啊，你着将话甲伊讲，互伊较清楚的，通好金姑娘放心啦。无伊定定要去自杀，哪有法度通甲顾啊？一定会来。三人的一切，从来拢是真准哦。朱大哥，你讲的，我一向就是真相信老先生的话啊。主公，咱踮咧遮加大几工，我相信陈友定是一个有血性、有良心的人。咱要公主金陵城，攻打彩石机，就在一念之间。这是陈友良毒害王爷的职务，阮兄妹啊，亲目睭看到伊酒中下毒，王爷是去互伊害死的，王爷是去互害死的，去互伊害死的。呀，三娘公主，真肯定，这个其中一定有恩情。阮回想有良，伊的心性，也狠心下毒是有的可能。用，三工已经到啊呢，你要爱我交出总报道是？无毋对。敢讲你不顾夫妻的情分，安尼对待我是？哼，你若带着夫妻的情分，想要家己的红衫，现在咱的军中需要一笔军费，你必须要交出总报道啊！一开始我若唔交出来咧，哟，现在元顺帝变入国王，这才是咱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而且目前铁木里的大军主力进驻彩石基，准备要甲朱王母生死的决战。而且燕京城中抗议，也要勇将百姓。我决定要起军进攻燕京。真做你会当成功进入燕京，安尼敢免算讲是继承阮这王的位置是？我若拍到燕京了后，天下就是唯我独尊。想袂到你的野心这尔大，根本就违背阮这王救国救民的位置。敢讲当初你苦苦追求我，原来是居心不正，想要利用我。过去的代志免搁再讲，你应该明白本事。现在兵权在握，有心失大还。你敢杀害你的某囝？我老实甲你讲，你今仔日若无交出总报道，我就无想来治你的了。你为着一点仔小事也要害我？我但有良只爱江山，无爱美人。有了，我甲今仔日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公孙三娘讲起无毋对，公孙三娘伊讲什么？讲杀害这王的人就是你。你遐面同去对替？着要人不知，是非己莫为。你无话通讲啊！哦，你竟然暗中搁调查我的病。但有了，你阴谋已经暴露，死这王的人就是你，这就是你行凶的证据。你还讲什么话通讲？好，徐玉凤，你既然跳过我的病，这就是你自找死路。
弟，我后要替阮这王公孙少牛原来是你对鬼的，我绝对无了你知。武林敌公孙少牛跟走，对。是。过年，到底是安怎样？是啥物人做你太伤的？关小姐是去互迄个龙心狗用的陈柳良家受伤的。三娘，你紧走，要是无，伊一定会赶尽杀绝的。小姐，你赶紧指挥疗伤，我来去对付伊。这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公孙三娘，看你今仔日走走，我们跳也报仇。谁出来？公孙三娘，今仔就在我给。三娘，三娘，你先走。三娘。夫人，今仔已经替王爷报仇。夫人，你的伤痕有要紧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其实太师王爷的主意，并不是三娘。是。夫人，要拿咧王爷被人所害，无另外有阴谋。我算错啊，假错啦。其实这王是被陈柳良害死的。夫人，但是王爷一手甲阮栽培起来，阮甘愿追随夫人你，替王爷报仇。一君的心情，玉凤真感激。希望你心中会当铭记着阮这王的位置。你如果有伫家眷伫记酒，必定是倒转去向陈柳良复命。多谢小姐的成全。小姐，我将会当了解你的意思。恭喜恭喜！希望你会当跟我一起来去喝酒。小姐，这就是七姑娘要交主公作为闺女的总宝道。七姑娘，皇母不在，我替皇母甲你修你的庄宝道，你的亲明大义，共赏大事，众人就会真感激你。唔通安尼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件事，但就是阮饲家，为会当效忠国家的心意。七姑娘，请你放心，阮主公一定会完成七王爷伊的心愿。七姑娘，我有甲你准备一个房间，也进来去休困。多谢。请。公主，我听七姑娘伫咧讲，但优良已经进兵攻打燕京。如果一个人利用机会，捷足成定。哦，对啦，主公伊是去倒位？哦，主公甲老先生，伊伫个灯塔庙办一件大事。母娘，母娘，是我，有定。
母娘，我今日冒着性命危险来遮看，是要将我心内话甲你讲。当年我叫袁明良去做苦工，你也食真苦楚，我忍受袂了迄种痛苦。我毋知会答应贴无伊将亲的代志。你忍受袂了迄个艰苦，我是一个女子，我千里迢迢伫咧找夫，我都忍受会了是。母娘，我知影你食真苦楚，但无你也了解我的苦衷。我说会连娶家后，我是万不得已。贴无伊看着我武功高强，将伊小妹嫁我，迄是要利用我。幼弟，你甘愿受人利用，就应将厝内的母亲、妻子来放袂记你是？安尼啊伊，俺也为着思念，伤心过头破病，怎安尼来过身去？我该死，你来原谅我，我对不住你。你即马后悔已经袂赴。母娘，你原谅我，我求你原谅我好吗？母娘，母娘，母娘。喂，大牛娘，你已经互阮抓着啊！耶！